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33章。耶利米搁互人关伫监狱的时，上主第二遍对伊讲话。迄位创造大地，互伊成形，互伊坚固的上主安尼讲：你求我，我就应你；要将你毋知伟大奥秘的事指示你。针对城内遐个为着要主动对敌造土堆、用刀剑攻城所拆毁的厝，甲犹大君王的宫殿，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甲巴比伦人交战的时，因要将我伫愤怒甲大受气中杀死的人的身尸堆满遮个厝，因为恁罪恶灌满，我已经放杀即个城。毋过，我要互即个城复原，要医治城内的人，互因的空喙生肉隔皮，互因充分享受和平安全。我要甲受掠的犹大人甲以色列人带倒来，重建因的家园。我要甲因得罪我的罪洗清去，搁赦免因所有背叛我的罪。因为我的缘故，这个城伫地上万国中会得到欢喜、颂赞甲尊荣，为着安尼来出名。列国要因为听到我使互即个城的人欢迎甲福气，拢行为我。上主安尼讲：恁拢讲，即块土地是荒芜、无人住、无精生的地。毋过，拍远无人住、无人影、无精生的犹大城镇，甲耶路撒冷的街路，会搁听到欢喜快乐的声、婚宴喜庆的声，搁听到人带祭物来到上主的圣殿，感谢的声，讲：着感谢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因为上主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我要带因对受掠的地倒来，互因恢复早前的盛况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即个拍远、无人影、无精生的所在，遐所有的城镇，会搁有牧者的草场，互羊倒伫遐休困。山地、山坡、尼吉夫、便雅悯地区、耶路撒冷周围，以及犹大的城镇，会搁有人点算对因手的经过的羊群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时日得要到，我对以色列人甲犹大人应允的祝福，拢要实现。伫遐个时日，我要互大笔的细虾发一支公义的旗，伊要伫即个土地施行公平甲正义，因为伊的执政，犹大要得到解救，耶路撒冷袂当安居乐业，人会甲伊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。因为上主安尼讲：大笔的后代继续会有人统治以色列。利未之族一定会有祭司继续献烧化祭甲素祭，烧祭物服侍我，办理献祭的事。上主对耶利米讲：我上主安尼讲，恁若会当废除我甲日时、暝时定的约，互因无照所定的时间运转，才会当甲我甲我的仆人大必立的约宣告无效，互伊无后代坐王位，嘛才会当甲我甲服侍我的利未人、祭司所立的约宣告无效。我要互我的仆人
代笔的后代，甲后世我的利未人加天，亲像天顶的星未算得，亲像海边的沙未量得。上主阁甲耶利米讲：这个人民讲，上主所拣选两个族，伊拢甲因放杀啦。你有听着无？因安尼讲是看轻我的子民，无阁甲因看做一个国家。我上主安尼宣布：我若无甲日时、暝时定约，无甲天地定律，我才会甲雅各甲我的仆人代笔的子孙去杀，无要对代笔的子孙选立人统治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代，我要怜悯因，互遐个流亡的人倒转来。